海底救援队有文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古水的海底，定定伫太平洋佚佗游水，虽然有淡薄仔搞怪，毋过大家也是真喜意看伊可爱的模样。伫台南四草迄搭有一个海底救援站，毋免去台东，就会当看到海底，哪会遮好？拄好学校有一门课，爱阮去认捌动物，我甲阿君就烧招要来去救海猪。伫面册顶悬看到有一只海猪伫北门遐靠沙，就随去登记，成做海猪救援队的一份子。阮全副武装，袂输要去做先生。受伤的海猪原来是一只大点花，一个到迄搭旷阔的救援池内底，徛10外个人，大家拢注心伫大点花，看好好势，惊伊去砸着。看到即个画面，阮一时煞硬去，也袂进入状况，就随互人叫去斗相共，念伊花神参与救援活动。24点钟拢爱有医疗人员甲志工，三角照顾大点花，会当讲是无暝无日。若是有状况，阮就爱随记录落来。原来海猪嘛会破病，而且因为足够紧张，治疗嘛较困难。阮看到疲劳的志工和衰弱的大点花，想要加做一寡代志，煞无法度斗骹手，心肝头不知啊艰苦。过转工，阮共时间去看古水的大点花，希望伊赶紧好起来。赶去的路里，无着钱，接到一通电话，甲阮讲大点花已经过身啊！阮两人虽懵毋敢相信，也是想要去迄搭见伊最后一面。去到遐，伊已经准备要送去解剖。在场每一个人，毋是艰苦，颠倒是添加失神。阮一句话都毋敢讲，惊去拍破即个局面。志工看阮安尼生，就主动甲阮开讲，才知影原来即个状况是真平常。做10几年啊，敢若有8只海猪顺利活落来，所以大家拢真惯势。听到遮个故事，阮感觉更加佩服
因干仔会当伫细细间仔的办公室小美一个，虽然救回来的机会茫茫渺渺，毋过也是继续拍拼，无放过任何机会。干那2天的陪伴，就亲像参与手术房对紧张到平静的过程，最后的结果，啥人都毋知，嘛无人会相听。一心做家己感觉对的代志，希望有一天会当看到这个孩子自由自在做海神的囡仔，为海洋加添色彩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